恋爱，啊，不过喊唔出名。来，我现在可能还没喊不出来。是屁。你啊，罗哥很爱亲自去啊。做的歌，做的写，其中哪一种 CD 不爱弹？CD， 跟着一弹，哎，听一眼就是翻片，一闪光光就可以是做唱片了，马上就猛了，就一把吉他练恋爱。来，丢老年喽！3、5、6啊，冲啊，心路开哟，莫冲过的心速，老年打你腿，老年强下来。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冯固啊。来，今天大家好。哎，今年因为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啦，爸爸节快乐！哎呀，爸爸节，对，很多人我上次看到一个短影音说呀，吼，母亲节吃凉鞋，嘿，啊，父亲节走到无半下。哎，我应该很多人看那个短影音了，很有共鸣，是不是？很有共鸣你很有共鸣，嘿吗？没有，我小孩还蛮贴心的，哦，应该不会，都会想到我，从小到大。哦，真的哦，我送什么东西啊？我比如小时候就送卡片啊，哦，哎，长大以后就会希望送一些东西。给卡片有留的吗？然后讲几乎全部都有留下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是那种巨蟹座，比较爱惜那种传统物品，就是很珍惜那一些旧的东西。哎呦，真的哦，对，我就会给留下来。哦，只是有一次，就比如说就送错东西啊。你怎么办？哎。送什么东西？对，我曾经，比如说我们去逛街的时候，哎，我说这个手机很漂亮。哦，对，寄了，他们寄了，然后两个还合资，不是合资，两个人就想方设法，叫妈妈出钱，他买了一只手机给我。哦哟，结果嘞？殊不知，我本来就不喜欢，我只是说那很漂亮而已。哦。对啊，某一份做嘛公益东奖。对啊，结果我就送了，就用了一阵子啊。那时候又出了很多新的手机。你有没有办法用到其他正经上的用但是没有啊，小孩子的心意我们还是用了几次。几次？不是用了一年多吧？用一阵的呀，有哈。不过说这个当爸爸这么多年，没这个感觉讲。讲生意太难，讲生意呢简单啦，当然有的人因为讲生意没讲唔出来，但是有机会有生意就突然结缘，讲出来，但是学生意较辛苦，教育生意呢较辛苦，学按较唔强，按做咧，我用蛮同意，用育都。慎重哈，慎重，吃也不会慎重啦。对，品德高幼啦，高幼呐，方面，小青岛的事情。对，之前俺家，比如俺家生意没差，但是看样还能去给他生意呢，所以还得不少，对吧？所以有按做嘛事情，用按摩尊的呀，你还用的之前俺妈妈用86岁，俺已经50人，我60了，妈妈还能叫我担心来。是啊，你同我讲，大早顺就罗妈就等个开门的时间，就很放松了，就吃肉懂感唔通嘞。阿爸没就按用，怎样就有父母心啦，看样按做加个自啦，哎呀。根本伊就阿爸节啦，根本伊咯，就阿爸节咯。所以安那好好的来，安尼尊敬爸爸呀。大家不要就是糟糕无半的。系啊，糟糕无半的。他看到你啊，唐人你给来宾来分享一下，爸爸之间的有乜个感人的故事，好唔好？先来分享 TV 系总水虫带来后堂的歌曲。好嘞，弹开啦。从西秋啊来，苍山两个南，好得了阿爸。
西哟南马北，都爱哟朝南，父子六干嘛亲啊，百年莫都难。阿爸了接那年，又来又到南，不见了阿爸。穷下了个难，呀娘的面那前，爱行了好难，莫到了莫话来呀，心难了个难。哎，哎呀，水水从来个，阿爸节快乐哦，先农祝福哈，阿爸节快乐，哎，大家好哦，哎阿爸節快樂！阿爸這個，啊，你本身目前呢度是我滿70了，蠻氣蠻氣勢勢了哦，爸爸是啦，爸爸很很彩嗎？冇彩，就是怕有20年咧，哦有20年家啦，姐家差唔多79噶嚇。哦79歲，咩算一從一般啦，平均一年一下現代人啊，差唔多現在差唔多80歲左右啊，現在是100歲人生啊83哦，平均啦80歲冇80多空嘅事咧，對，也會越來越重複電了。影家可能有85年啦，啊有可能，因為醫學進步。百歲人生，也係百歲人生，天天的過下一句話。對我那天碰到，我那天看那個人家問那個誰馬斯克說，哎，你那麼厲害，可以發明這個飛往月球什麼什麼之類的，火星，你為什麼不發明讓人類可以活長生不老？哎，他停了大概快1分鐘，哎，他就說，如果人類繼續這樣子不再生存下去的話，他說人不會進步。哦，然後這個社會不會進步，然後會僵化掉，所以還是要汰換。對，所以他就沒有去研發出讓人長生。叫咩 Q 真因為長，還能落差。吃鹽啊，太吃鹽啊，自然淘汰。自然。古時水從泰國嘅阿爸離開有20年。有20年。阿爸應該係一個親照顧家庭嘅阿爸吧？英雄親老實，親老實，而唔可以講要乜嘅較太脾氣嘅。哎呦，懂小大。多心懂好啊，懂小大。但是也會啦，係下擺會。都少吧。你講伊9歲啊，乜嘅嗬？你有咩事情？裝牛嘅牛魔術包啊，嚇！嘅牛魔術包是看你打，看你就皮嘅。伊講你牛有術包魔術包。師傅給他讀師傅啊，係會讀嘅。這個下擺轉來嗬，挨打下時候，牙哥因為佢較大嘛，全部先
嘅索嘅吼，先修胎，白当当都嘅马索，哎呦，嘅索起嚟，打到就盘。哇，用幾刀？個條尾啊，真係。當少啦，係，但是平常人當溫順嘅人，你模式包較唔慣嘅，你以為模式包做唔得啦？係啊，我牛耳做好得意啊，也吼，改當愛念吼，念，啲聲音係使用啲全部就送法分明啊，就唔會講唔會摩擦別，最好好嘅過正常嘅嘢。但是你唱歌嘅速度，你爸爸一樣強。有哦，有哦，爸爸咪好衝哦。以前田川嘅他們 TC 嘅，我記得，誒，cái 魏生松老師佢講佢唱完T5嘅，阿爸 TC 嘅就邊位先生下做？做定果台係嘛？係啦，叫做定果台。因為阿爸三個字唱較好。哦，佢三個字佢當做就拿過冠軍嘅。哦，真係哦，哎呦，家學淵源的意思所以佢以前老佢學三個嗌不停嘛，所以而家要突下去，講嘅小學4、5年生，5、6年生啊，佢都突下去比賽啊，比賽哦，跟4年生就比賽咧，我係加57年去比賽，踢排球入圍嘅決賽咧，冇簡單，沒有兒童組嘅，沒有，就老太兒童，冇分。哇，按用幾多年？差唔多40、50歲。哇，厲害又厲害咧！可唔可以比到樣板？到民國82年，看查叫年章拿到小調組冠軍。民國82年。咩創意叫咧？哦，同我較無去創嘅咧。創2、3年去哦。就較無去創嘅，也唔是嘅啊，退休咧，人個安尼經歷，你比賽嗰度經歷已經，你係欣賞佢咧啊，已經欣賞佢教，呢個也應該教當到學生嘅。我冇買教學生，有去創造據點啊，唱歌表演，教老人家，要老幾樣呢？啊，咩當有事嘛？講真咧，當好啊。啊，後來有自家家庭，有幾多隻細人咧？一家有兩個細人。兩個啲全部40空嘅，像拉啊冇誒，兩個拉嘅，兩個拉啊，唔白嚇，你硬唔白呀？厲害啊！硬不用唔白，厲害啊！講拉啊，厲害啊！兩個拉啊，冇乜賺啊，我知道冇乜賺。有毛毛嘅較冇咁貼心啊，就像佢佢叫接個皮夾爸爸媽媽。真係冇嘢貼心，不過拉係冇強用嘅啦。伊咧強阿弟，也冇強阿弟啊。哦，要強阿弟啊！哦，有結婚咧冇強阿弟。冇強阿弟。冇結婚咧要強。有家庭咧就自家處理，成立自家家庭。建議的時間不準了，我卡片。會啦。啊，有咩情況啊？然後大部分咧家庭就係用係嘛？哦，知道水從泰國應該係一隻對教育方面。動很大企業啦，唔係講動嚴肅嘅兩種爸爸。從細用嘅教細嘢，唔會講強迫講用辦就用辦，較尊重細人嘅想法。要唱阿爸咧，阿爸咩啊咧？老細人嚇唔會就很大的衝突，不會高壓這樣子，唔會講安尼想吵啊，唔會，我係較氣氛吼，係安尼。從細到大有氣氛哦，還是以祥和啊，你會好好溝通啊，唔會講罵人鬧罵人，係想吵啊。所以從細嘢開始，也唔會講哦，你叫我讀書，你用，唔會。哦，躺下就錯咧，唔會。我下一代也是有咩窮樣，因為老外有咩啊呢？有。兄弟啊，係較無安尼距離，唔會講阿爸呢高高在上，唔會。哦，人家就啲屋企咧，會叫佢講笑啦。相處都好啊，我昆堂都好，有啲呢當惡嘅嗬，嘅阿爸哦，安尼結果聲音冇一定較乖，佢都睇嗬，佢冇轉，冇轉，因為看到夾爸都驚，係看到是驚，躺到上個腳步上就驚。哎呀，所以我唔會做到安尼。我排斥啊。喺唔一樣用，睇下清好做人嘅聲音嘅嗬。最近要加兩隻聲音嘅用嘅。最近要加兩個。哪來兩隻聲音？因為5年前就加入嘅寄養家庭。哦。嘅縣政府就
也有拜托讲，当缺乏了呢寄养家庭，尤其係對身心障礙生人，因為我自己有隻生人嘅生人，所以我也做過理事長啊，即係佢就縣政府講新竹縣哦，當欠啊呢，個生人唔知病來吼，病個機構哦，生人才過，沒有家的感覺，所以就拜託我5年前就有安置一下，也沒領養完全不一樣。寄養家庭安置係安置就是遐多年我講，見到我係啊就中央安尼，中央係就從細差唔多5、6歲嚇，家就先來咧嘛嚇，按嗰幾年就來計，所以啲生人從細佢都懂事噶，所以講按啲生人嗬，實在一聽到本佢就家庭，佢咩冇吃到講你也唔咩夾不卡，完全全世界。最温暖的就是在家里，就是在就是總部，家里就是一個港灣嘛，對啊。看到當快樂哈，但是因為想到講喊拜，萬一佢愛離開我用潘的，唔點樣夾實，啊聲音唔點樣夾實嗬，因為佢咩唔點講夾爸夾咩媽嘅，佢就年天我就會夾不卡，我遲早就會離開啦。所以你們懂大愛呢？係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因為受過這樣的辛苦啦。退休，這完全不是在規劃裡面，人生規劃。像我來遊山玩水，退休了，我退休10年了呢。係啊，5年前有。在這有乜個有為投出來個時間就本身人投資時，當然送佢上下課啦，去買件衫褲啊，生人太當腳咩，要來買衫褲。但是按你要福，我相信要有福報啦，一天要，所以我要諗去做爸爸，雖然佢係我阿公，咩親有愛啦，佢肯係咩想我，都係係我阿公好呀，係爸爸，佢突然你爸爸我要當派社，就係阿公啊，係啊，我說係阿公好啦，佢唔係乜講，乜嘅要按度寫係，反正當作自家生意嚟，完全就以前學自家生意哦，較冇認真，較冇生意，點都兩愛哦，寄養嘅哦，當講有什麼閃失，自己有較重一些的，有批下嘅單位嘛，你哋大上嘢可能我嚟順一下係嘛，皮膚，真係，真係當皮膚呢，我也以快樂啦，親神奇，雖然也當好高，哎呦，根本係阿爸姐作為來個身份哦，當然爸爸也係天當紅嘅，有冇發上嘅痛？爸爸以前係阿叔啊，係阿叔，以前研究下嚟，咩爸爸係阿叔，我已經有70歲了，也當現任啦，做嘢嚟窮下，生活差唔多要50年，請感謝你對我嘅養育之恩。你也有嘅算來，在我心目中啊，你係當好嘅基因，基因要傳播愛，按多兄弟姊妹，從細是最相愛，我老爸爸最有愛講，係有人你下一輩過來做一家人。哎呦，嚇死人啦！做一家人，而家親情嘅緣分啊！阿叔，跟現代講，喲，阿爸爸呢？我講我冇爸爸，我要阿叔嘅，你聲音唔啲啊！以前全部係阿叔。我相信按有愛心嘅人，按太愛嘅人，一定當有福報啦。係啊，一定是幫你啊！係啊，就按這些。什麼水從泰國，請個身體有天空啊！謝謝。你們阿爸節快樂哈！謝謝，好，這樣子，謝謝，唱唱就可以哈。
真的动感动，嘿啊，真的，真开心真开心。寄养家庭真嘅冇简单，冇简单，因为唔係即個強嘅，嘿，啊又有身心障礙。像阿姨佢咩要做，之前咩要做寄養家庭，現在都會突然嘅聲音咧，像自家聲音嘅強用，好偉大，真的太偉大。好，殺下來，殺落去起皮帶來後堂嘅歌曲，來彈完啦。前一阵子爸爸生病，就发现有脑出血，中风哦，但是发现的还早，OK，然后他就时間有救錯，然後他喺身上，佢有段時間就係佢可能係，唔過喊唔出名，我先可能喊唔出嚟嘅。起皮，你啊，老公很愛起自己啊，起自己。
有个好哎大姐，对，现在也是人母了啊。哎呀，人母很久了，很久了几个小孩了啊，两个小孩了，对对对。冇人啊，知道講，佢每擺落兩片衝過，應該都有青島條擺落必須嘅英雄。係主要啊，佢家一衝啊，都馬上嘅印象非常深刻。哦，講埋事情。因為嗰陣自家我有想象。唔單止佢來比，佢姐姐來比嘅時間，你咁樣啊？嘅畫面就爸爸媽媽，帶定土定來。哦，屁股嘢啊樣，屁股嘢，對啊，工作表態，所以都望女成鳳這樣。係啊，記得我載佢條轉移唔啲，喺嘅華岡藝校也係那一片，係冇帶苗啲人樣走。對，而且張轉移，所以爸爸嘅辛苦一面哈。係真嘅，其實細細時節，爸爸啲愛到嘅印象就係，就是一直工作，然之後是存錢。這啲屋卡開嘅呢修理。拖拉骨，拖拉骨啊，長茶啊樣，長茶錯，長茶，係啊，嗰個認真做，大作起來就做些，就做些，啊都按布條，佢當時生意清好，都按布條差唔多，有陣時都10年一點，很多做些，很多做，哇！啊媽媽會聽書冇？喂，媽媽要叫我聽書，啊你要不聽書冇？唔會。佢哋就出嚟做明星嘅，係冇？在比做狗書。誒，咁反而人家出嚟比賽啊，出去表演，啊爸爸媽媽咧就不用睇，就不用睇，啊在外頭去。哦，是暫時打烊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可能是不是想借機休息？有可能。突然就出嚟咩？所以可以咋做得休息一下嘛，也過一下。對啊，係嘛？因為當公用嘅事情啊，出用嘅妹嘅，妹啊，用過關斬將。妹，全部都妹，全部就妹。真係很表，女生宿舍啊，女生宿舍，哎呦，就你爸爸一個男生呢。錯。哦，對啊。做細細時節，印象深刻，因為我5歲就唱過誒。啊，嗰陣時爸爸打咗就紅蟲嘛，啊，你可以送課，啊，爸爸種物，啊，幾個小朋友就會圍在爸爸嘅身邊。我印象深刻就係爸爸教我唱嘅體育歌，江蕙二姐惜別的海岸。惜別還為着環境，袂當來完成一段永遠難忘的戀情。沒錯，就係2首歌誒。哦，你還聽條，好不誒？係差唔多1年前嘅事。唔知喎。1年前嘅時間。係啊。哇哦。一個畫面真件唔會，都唔會忘記。爸爸咩好唱歌係冇？險痴啦，險痴啊！跟爸爸有去參加歌唱比賽啊？對冇呢。冇啊！啊媽媽呢？媽媽咩冇呢？咩冇？突然就去比賽一樣誒。因為啲都唔掉會唱歌。以前要記法，學音樂嘅聲音唔會快嘅。哦，唔會變快。所以從細其實送人家去學音樂。去唱歌啊，學鋼琴啊。哦，學鋼琴嘅條，爭會啲都講唔到要兩條才華，冇用會啲，係冇？係啊。可能唔啲。可能乜？姐姐用嘅，姐姐先出嚟唱歌嘅嘛。嗰陣時我5歲，姐姐6歲，啊就強下去學唱歌。強下去學唱歌。學唱歌。啊嗰陣時老師會講，那邊有比賽。媽媽就出定去。啊以前冇也係智慧型手機，拿點就做點錄。啊以前冇啊，爸爸就帶點 V8。V8哦，唔講比賽時間係冇？天水圍比賽就冇咩，喺外地方嘅上課時間，比賽啊也係表演就錄。用 V8 錄起來，手機錄。嗰條記錄行出來喎。也係行出來。也行出來啊！哦。啊，你啊過年過節會表出來看冇？你結婚後，爸爸又拿出來本細路嘅歌。哦，不是，看楊媽媽，看楊媽媽。上個節時間。哦。啊，你們同學嘅咧回憶啊？佢就知道，當日就去比賽啊，去表演就當作去玩嘛。對。係啊係。啊，然後唱唔似家咩成家領嘢嘅嘛，吼，咩有似家聲音嘅，個可能似家係爸爸，你還知道心情嘅變化會動態嗎？有冇冇？其實一開始其實不會有冇特別嘅感覺。係啊，翻照片翻，看到以前嘅相片，以前嘅爸爸，再講到看亞海爸爸真見。
吃到佢落嚟。落嘞。爸爸也喺度食。今年70歲。70歲70啊，有在做冇？其實做身體健康啦。哦，身體健康。還在種種茶。哇！所以做熟客啦，係啊。係，因為其實前一陣子爸爸生病。哦，你冇用辦。佢就忽然，其實講發燒誒。啊，媽媽送急診。就發現有腦出血。中風哦。但是發現得還早。哦 ，OK。黃金時間有救到。然後喺身上，佢有段時間就係佢肯定係，唔過係唔出名。哦。所以啲腦嘅嗰種變化就係對。我現在肯定唔出嚟嘅。起屁！你啊，老公很愛起自己啊。起自己。所以我們有慢慢就跟爸爸說，啊，我就退休啦。嘿，唔好痛甜。嘿，啊，唔過老人家就會說，啊，退休就冇事情做咧。嘿，兩咩嘿？真的。肚後就好，會發痛。對，很。也安排自己嘅生活。很有痛，真的。不同人講法。錯。啊，古時候也係叫做身體健康啊。山農嘅。山上幾位種水果啊，種竹筍啊。山上還有啲啊，有啲。種兩個東西，你都有後事。唔是花錢買。熟嘅時間，一推。係啊。哦。今日爸爸節啊。爸爸節。我想爸爸喺路上按辛苦，我相信。不管這個，我喺度睇下看在眼裡。有冇發現我同爸爸講？其實爸爸以前辛苦賺錢，佢就為咗你嘅姊妹嘅。唔過你不管我們要學什麼，唱歌呀、鋼琴也好，他非常支持我。沒有惡化。他再怎麼辛苦，他都會把這個錢擠出來。錯。啊，到也下其實你睇呀，要結婚咧，以前結婚之前我去表演。都會爸爸做，然後就唔是啊，你做得自家戲，啊所以想起老爸爸講，就係你也下做得幸福，唔可以按辛苦，愛你，愛你，希望爸爸吼，這過後自家身體啦，係啊，請希望嘅事情做，對，強強嘅做啊會疼痛，對，身體健康，真好，哦，係啊。按姿勢，謝謝。什麼屁？沒加油哈！哎呀，按姿勢。不好意思，讓你哭了哈。對。沒有，有場時共都不卡，你就是很感性。感性。對，我把他打斷了。啊？他本來要哭很久，我不知道他會哭很久。哦，真的。對啊。還好你說了，你也記不得他名字啊？係嘛？徐子淇嘛。對啊，他就是徐子淇。好啦，沙來。沙來王碧霞帶來好聽嘅歌曲。好嚟，彈過啦。我一直很期盼老公能夠來夢裡跟我相見。可是因為我沒睡覺，姐姐就說你沒有睡覺，所以你會夢不到老公。對。因為你根本睡不着啊。可能眼睛一閉就想到他。後來是因為來說有夢到爸爸，爸爸有交代說你不要再哭了，是他說你眼睛很小，一哭就看不到眼睛了。
吉哦，今日豐富現場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碧霞，當久冇鬧大家見面咧。一久冇來安尼節目誒。都當久誒。當久咧吼。幾年嘅時間啊？冇安久啦，幾年冇啦。有一段年。應該有幾年？3年應該。有3年嘅時間哦。有哦。所以今日來唱歌嘅，唱一條歌嘅獻本乜嘢？我嘅老公。老公。老公。阿妹嘅爸爸。生人嘅爸爸。哦，老公是。老公也懂好嘅一個非常好的人哦。那在連沙朋友啊，董多人都對他讚賞有加。董肉是的一個好好先生。也是一個好老公。是。想到以前。我們就是有共同的朋友，然後走在一起。那他也決定跟我就是結為連理。那就到宜蘭我的老家，跟我媽媽講，要跟我結婚。是的。你們結婚幾年扣掉1年，然後過生了1年了哦，33年。33年的時間。是。所以也先生也去年就是生病，就從此跟我分開了。就離開。給乜個原因？佢我嘅口琴班的後生誒哈。對，那就是在演吹口琴的時候就發現會喘，那就去檢查，那很不幸檢查出來就是肺癌的第3期。對，那從檢查到過審呢都7個月的時間。對，就是其實這段時間都蠻煎熬的。感覺我的天塌下來了。一次同批判腔下咩對你同好安樣。係啊，佢也當會唱客家歌誒。對，也上台表演客家歌誒。係，那後來呢就坐遊覽車的時間啦。佢也唔係唱福佬歌，佢唱客家歌誒。唱客家歌。係。哦。佢嘅身體有問題嘅時間，啲醫院照顧佢。係啊。亦都一久嘅時間。去年我係新北市蘇聯學學會嘅理事長。那去年判完太妃。那老公就昏迷了。大會他還有參加，那隔天就昏迷了。那因為他已經轉移到肝臟，那肝臟的話就有腹水，然後一些毒都沒辦法排出。那所以我就24小時在醫院照顧他。那他很堅強哦，他就安慰我說：不要擔心。他一定會戰勝病魔，他會撐下來的，叫我不要擔心。是，那一直到就沒幾天，病情就惡化，轉到加護病房，他不願意去，提供人家專利不開，然後放他一個人在醫院。是，那我就安慰他說：會的，我會，只要是探病的時間，我都會帶小孩子過來。是，那。因為我們都知道他要離開我們了。他的生日是8月2號，那我就在普通病房的時間，因為女兒也從澳洲回來，就幫他提前過生日，讓他本來心情好好的女兒也特別趕回來。是，是。那在加護病房的時候呢，因為他已經沒辦法講話。然後呼吸器也不能再下來，那俺來就說爸爸懂，非常喜歡唱客家歌，媽媽你可不可以唱客家歌給爸爸聽？那我就唱了客家歌，其實已經都哭了。那老公就緊緊握着我的手，其實他也跟我知道他跟着旋律在走，他也一樣在唱客家歌。他真的非常的喜歡客家歌誒。唔管你傳統山歌、流行歌誒，
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所以老公才1年多，走了1年多。去年5月3号过生的。5月3才1年出头的，年空的天呢。是。这1年的时间用来熬过来啊。其实呢，那个抗癌7个月，然后一直到他走后这1年7个月，其实我自己也很煎熬，也走不出来，那也很少睡觉。那我一直很期盼老公能够来梦里跟我相见。可是因为我没睡觉，姐姐就说你没有睡觉，所以你会梦不到老公。对对，因为你根本睡不着啊。可能眼睛一闭就想到他。后来是因为来说有梦到爸爸，爸爸底下妈妈懂唔攀的，对唔攀的，他说爸爸有交代说你不要再哭了，是他说你眼睛很小，一哭就看不到眼睛，不要哭了，是那。我也才慢慢比较释怀，慢慢走出来，慢慢的不再封闭自己，面向阳光。公益送给神法安用。对，那也懂得我自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他在告别式前1天，其实我都没睡觉。那在我的耳朵突然间响起一首《千峰之歌》的音乐。那因为我先生也很喜欢吹口琴，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口琴带着，音箱带着，就在告别式的会场。就用本吉他，用这首歌为他送行，做最后的告别。这个伤痛真的才一年多的时间。其实要弭平这个伤痛，可能就是要需要时间呐。皮就像抽屉，对啊，俩很关唔起来。唔过悄悄的，听听当苏联号消费给理事长，那给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因为感觉就有一点社团老化，都懂得的露人家，他们以前也都是在非常的用心在做客家传承这个工作，只是现在已经年纪大了，那我先生就会开车去接他们来上课，然后有跟我讲说，老婆你不要说他们的会费。对，就让他们很开心来冲上沟，这一点我在这边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他。知道做的基兄娘的神法，因为娘老公头白就会亲支持你做安用的事情，故时就会研修安用，沟通你从的神法，像俩理事长没有亲都会做总比做的来照顾，就会沟通安用嘅你的基修下去，但同娘老公嘅分基修。完成加个眼梦啊！佢喜欢客家音乐，佢喜欢嘅教嘅口琴两条东西，都会研究加嘅，就像佢皮的那样两种感情，研究下一样用。会啦，係啊，现在有乜嘅发想对先生講？其实我以前很依赖他，那这1年来呢，我也很认真的在学习独立。那我现在也走出伤痛，面向阳光，也不再封闭自己。我现在已经也开始在，有活动我就参加了，对，不再把自己封锁起来。那艾迪呢，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艾拉也都还没有结婚，艾2个儿子都还没有结婚，那这一点呢，我一定，一定会完成你的梦想。会把小孩子，会让他们成家立业。那你现在也当神仙了，你就放心去旅游，不要挂碍我们。老公，我会加油的。你要坚强。黑了，不要紧，要送。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好。什么太感，安之是，谢谢，你要加油啊！好，谢谢。好好过神翻了，先从2回事，对啊，所以后在可能佢啊，因为佢做理事长嘛，佢对客家事务安有心，所以可能有就是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做得去安排去改神法。对啊，磨合以後，其實慢慢會做得分得會心啦，佢唔會分心去做事情，專心啊，你想嗰條事情，安尼當好啊。
好，来沙来，沙来，持只味道嚟好聽嘅歌曲哦。來，彈我啦，好。你講小橋花開了，愛看你跳來來笑了，當中就成長長嘅空虛，林暗亮亮嘅水，倆嘅愛，唔識講過嘅你，愛帶伴你，愛是嘅。隔壁，你愛我，接接來看你，你講做得，男愛一下無，就愛用點點無半句，愛答應我，突轉去，向定一條嘅方向。踏出去，光線長得一目細細，雖然能白溫柔的無言的，倆還沒愛，看愛也行下去。是嘅隔壁，你愛我，接接來看你，你講做得，男愛一下無，就愛用點點無半句，來答應我，困轉去。出去，光線長得一目細細，雖然難白溫柔的無言的，倆沒愛，看愛也行下去，向定一條嘅方向踏出去。線長得一目細細，歡喜悲傷都愛一家聯繫，愛相信你唔單將愛用聽聽，心田總有。從泰山去你嘅裡，平易行過，一年四季，向定一條嘅方向踏出去。光線長得一目細細，歡喜悲傷都愛一家聯繫，愛相信你唔單將愛用聽聽。
好，罗哥，阿爸最有离婚了吧？两条狗哎！你怎么哭又哭？哎，罗哥，我是眼睛红。阿爸节快乐！阿爸节快乐！哎呀，我也是身为人父了。啊，走。对啊。因為家堂都頭前啊，頭前嘅故事分享。係啊，你看家พี่阿姐有講，哇，佢位香定陽光行出，我就想到哇，嘟好了首歌，佢咪松本。哦，松本別下字哈。香熱。動物園嘅一條狗誒。讓陽光照進來。真嘅，創意動，希望喺歌上有溫暖到大家。有，我懂。特別到小強老師，我吹欣賞嘅氣氛，氛圍做足。我先講我，有那麼會唱？冇啦，謝謝。因為我第一擺哦，就我出土以來，我唔識上過任何有講拜拜。阿爸姐嘅同係啊。第一擺，那記得有同佢講過呢，有同講，唔講好意外哦。你好像有上過，有講過。冇，我在有講過誒，一些吧。因為爸爸之前有嚟比賽。有。可能就大追過嘅時間有分享到一些故事。其實爸爸喺東愛鄉嘅人。你講好多人都漂泊，係最近落線嘅。羅哥還是我爸爸偶像，我是杜公爺爸爸100，杜公哈，有100表演的時間，佢就切假類，其實兩個擺在一起是同一個模子。有槍佢拿名片本嚟講，我係切雜味嘅爸爸，有啊，懂藝人呐，非常藝人。然後什麼？其實我嚟客家電視台有一班咩因為爸爸嘅關係，因為嗰陣時係鬧熱嘅線數。佢以前係當初以前參加嘅流行組嘛，叫季冠軍啊，年度什麼不知道第幾名，佢攏給鄉下啲老啲尖嘅欣賞同好啊。詹咩？哦，詹老師也是離開我們前陣子。佢係線數嘛，因為嗰陣時我自家唔低哦。什麼關小強老師？沒有，他會一直因為孔鏘老師有去送他了。對啊，對啊，因為剛好詹老師也是 keyboard 老師啊，也是一個樂團的 leader。所以我就有點擔心。小強老師決定，你知道什麼1000年？哎，真的不好說。天才1000年。對。專業1000年。冇問題哦。嗰陣時係因為就講我替拜因為爸爸上新聞，係爸爸嚟比賽嘛。嗰陣時響新聞記者喺客家電視台有發一則新聞，嗰陣時講年度什麼前3名什麼的，其實講他兒子是徐哲偉，然後嗰陣時讀後啲總是有個叫什麼超級歌喉戰。嗰陣時就當到 DJ。所以客家電視台這樣做評審，係做評審，說適合做評審啊。我第一擺上電視係上謝宇威嘅黑 music 嘛。嗰陣時啲公司六樣嘛，嗰陣時比賽咩有參咩啲公司，係杜行嘅第一擺上客家電視台節目，我包啲隔壁六樣，就過來躺喺唱機種法，第一擺。哎呀，我管呢，田東燕呢，其實入面係龍阿爸，都唔係唔亮曬，係龍阿爸冇數。冇數啦，係嘛？因為佢阿婆太嘛，因為我爸爸19歲、18歲就叫我。係啊，我媽媽屬於漂泊嘅。冇，佢屬於作品。作品之後，因為我看佢當獎啊，因為我爸爸，你看生年嘅講生年，我知道我太眼地講，我爸爸咪第一擺做爸爸嘛，佢唔可以做爸爸。你看佢係萬20歲就叫我。哎呦，18歲吧，19歲做。很清好搞嘅時節啦，真嘅。很難曉啥。所以佢講嘅就標本不卡，佢就隨意漂泊嘅。我婆有當獎記嘛，我婆還有三個姑姑。你看我太嘅，有陣時，譬如講過壽過鐘啊，爸爸喺度好高興啊，他說：，哎，你哥哥來了。我爸爸個子也小嘛，他懂漂泊。上那邊有槍啦，我爸爸。他就是很對到流行嘛，做條男我識到。大把佢都懂時行，嗰陣時我記得中立嗰陣時有歌廳秀，東方大歌廳。哎呦，我沒做過。哎呦，嗰陣時中立最大嘅東方大歌廳，我細時間都係唱國秀吧，我聽另外爸爸去後台，你知道韋世寶嗎？謝雷大哥，哎呦，真的，還有廖俊碰碰，哇！那種懂什麼？嗰種是沒其實係講是。你爸爸用文音沒到去？佢係弄做造型師啊，係啊。
我講係其實我印象中嘅全部會較好嘅，因為我細個時間我一直都喺上過社長提講，乜家人都爸爸媽媽啊，因為我爸爸媽媽，因為可能會寫到嘅資料要講。其他嘅同學有爸爸媽媽，因為我一年一張見佢2拜，我要講，我唔知喺馬上，我唔會喊爸爸媽媽。哦喲，你以為是哪來的叔叔什麼的？叔叔阿姨，因為我嚟南我要講，一直都睇我冇動情，一年一做2拜，記得係10號啦，25號。喲，哎喲，記得很清楚哦。真嘅啊，其實賺了拜拜啊。冇啦，真係拿錢賺了，拿錢賺。是有拿錢賺。做嚟看生意咧，我一直都。他懂事，我朋友講：哦，你係爸爸，你係媽媽。古所講一直都睇我對佢，其實冇乜計。其實情感冇安全呐。人家細個時節都青少年，一直都睇都冇爸爸嘅批判。冇，你冇帶強下，咩冇帶強？咩冇帶強？冇帶強。媽媽咩冇啊？咩冇？包尾記得出分款嘛？各吃嘅剩飯，一家剩飯係。哦。哇！那你大家唔會對爸爸，很需要父母親陪伴的時候，沒有父母親在身邊呢。古時候講像好朋友，佢會講：你不要，你莫接安尼就自家做當多事情，係自家做自家事情，自家想自家吵，也係講東江麻煩太家。可能安尼高興。古時候講喺身邊，係講譬如講表哥來啊，馬上譬如講羅哥、龍媽媽來，我就會很羨慕。我當顯先講，哇！你哋有爸爸媽媽喺身邊，我冇唔是安尼感覺。唔過我會真係想講，其實我婆婆係大伯，要插大伯，係我姑姑，係啊，姑姑重重要。所以我嗰陣時看到可能較唔好，譬如講我爸爸做生意失敗啦，有陣時冇錢啦，我婆婆突然係譬如講用談搞學費嘅冇錢，真係冇錢，食飯咩冇錢，因為做燈泡啊、剪皮鞋啦，寫出來。哇！做嗰條手工製作咧，跟着天數做嘛，一定都係啊，一定要天數做啊，因為阿婆都講冇做都冇錢啊。你咩要做工？好難賺哦。你一講佢當然係，因為阿婆譬如講冇錢搞學費，阿婆一打做老大嘛，佢突然做工廠，去到中辣，去叩門。我交錢，我記得你哋咪上門，佢都冇開門。哎呦，把門想給他錢，安尼切到門，佢印象動。哎呦，個天陽那麼遠呢？係啊，我講我們家真係很 drama。不過你一講當然就係講起個咩態嘛，所以講。可能我家講嘅佢喺天拜做爸爸媽媽，佢自家咩唔啲。佢可能了就學會咩？嗰樣是講有限講嘅妹妹，佢當上去講冇人啊，同我係隻弟弟。同我係隻弟弟。有在露台。講啥咩啊？啥咩全部啊？韓網20歲都講到啥？差唔多韓網30歲就講到啥咩？全部阿婆脫胎。阿婆脫胎。阿婆真係好偉大。當偉胎我姑姑啊，哎呦，我姑姑看節目。姑姑啊，姑姑也很偉大。當然，姑姑咩動作？係啊，幫妹欠錢嘛，該唔過姑姑沒有幫忙啊，我自家我印象當中公園嗰次你都做唔得。貨做唔得打開，欠錢咧，爸爸欠錢。係啊，爸爸媽媽欠錢，扛落，係啊，夾人嚟偷錢。我真係哦，我真度過啊，不過我知道，嗰陣時我就懂，不是唔係懂兩個之間，爸爸媽媽講，我按樣去。係我本阿婆按辛苦，充點氣，係啊，係冇，根唔係好彩冇做壞啲呢。哦，真係啊，係啊，我知道，接我姑阿婆，係，本唔懂到愛，係啊，我自家上體字嘛，正言三煞，雖然講冇結合，唔過你冇做壞，係真嘅。我本人祈福係正言咯，我本人學夠係啊，我爸爸媽媽啊，正言我有影用，正言我冇我想到，可能冇心啦，係啊，唔過唔談到。我知道講，因為按樣去，我喊那邊，一定要喊那邊。嗰時候嗰陣時，羅哥搶我嘅時間，我爸爸當反應，因為他是偶像，佢當我唱兩首歌曲，尾句還有敢比敢是男性雄心嘅所在。羅哥應該記得吧？叫簽，他看樣子是不是？簽約的時候，你爸爸有來啊？有啊，簽唱會啊，還有乜嘅？譬如講，有上次6樣，佢會買菜包啊。所以我現在已經接近這個啊，古手記認錯人就對的，虛心自己嘛，對。其實包尾佢會來，條來佢唔敢幫我哋，因為我會發現。
佢當好心啦，佢當做動作。看有人拿你給拉啦，係啦，對啦，佢見咩原來好嘅發展，佢一定動歡喜。係啊，我知。不過佢動多事情，動多事，譬如講，我記得我嗰陣時開始一自家來打拼嘅時間，佢會講啊，爸爸。做得到我搞創國嘅，他是下棋國手，圍棋國手，真的棋士哦，真的。然後叫創國要搞動作，佢講誒，我轉去兩談，轉去台人，眼神馬上。哦，人脈很廣。我轉去一點樣簽你100正經，嗰陣時我自家爭出來冇正經冇按好嘅成績，其實正經去拜託可能公關公司啊，或者講鄉公所啊、鎮公所嘅，同前條路，認真嘅大部分，你大部分講嘛，誒，聽講有大部分有。我一講貼翻一個，請問你是徐哲偉先生嗎？我說哦，我是。你爸爸叫我打給你，但是我不認識你，沒有很紅哎，但是我就是把這事做好。我跟你說，你跟你爸說我打給你，就這樣，就掛的。哎呦，係哦，哦，這蠻傷人的。好，就是倆公關公司的問題，他的說話藝術。唔過對我嚟講，我一個啊。中馬是我懂建設，你都冇縫，因為呢件事情係容易嚴格。我就講你冇做過做案嘅事情，冇係懂建設嘅，唔點樣辦，拍啥樣辦人面對你。幾擺之後，我就攏係自家講，我一定要想辦法，唔係我爸爸喊佢來請我，你哋來請我。我就懂認真做我自家想來做嘅事情，放下這個決心。對啊，係啊，一直都嚟啊哈。後來間有冇個機會好和解，因為爸爸應該2012年係啊，6年前，差唔多6年前。我冇同大家講啊，因為2012年嗰年要當爸爸這個時間多少？當副70人天天啊，70人哦，當健康哦，冇博嘢。佢哋唱嘅衝過呀，我講得出呢件事情，然後講爸爸高興出來嘅，他完全給他延伸出來，完全照他自己劇本就 drama。其實嗰陣時叫當好交朋友嘛，其實佢係先過李總哦，先過林總哦，好，跟還攏佢天數唱過嘅，其實包尾冇限度嘛，其實想講啊，攏李總強下，悄啊，當到出去老了嘛，幾年佢2年一夜。佢去台南，搞轉來，轉來時就啲雲林嘉義喺台南那邊高速公路，佢啲茶檔創乜嘅，你知冇？咁比人上是咩所在？因為冇乜嘅徵兆，佢身體咩以後，佢創咗一半就彎下去。嚇！鬼差，我喺堂鄉下啲阿姨攏嚟講，佢講鬼差人都嚇到。我這首歌那麼毒。沒有，佢鬧咩？佢創佢最喜歡的歌啊，很笑。佢啲太監面前做佢最好做的事情，翻下一則全部攏人家會講嘛。佢講發生什麼事？等救護車來，等到高速公路要下去的時間，頭一慘嘅時間。好多事情。我記得我跟佢啲訪問動力火車，我唔點樣辦陌生，佢就繼續坐車轉到雲林嘅台大分院。迄個時間，因為我爸爸有這個托嘛，托二媽嘛阿姨，兩啥都送來收銀。我講報名我爸爸很不照顧，你自己做客廳。佢講你是長子，你要做客廳。我們在加護病房嘅時間，嗰陣時其實是有救轉的，不過是呼吸器。你一直都半夜。心傷一直出來，要簽那個放棄急救同意書，簽到第3擺、第4擺，我就問個心傷，我講心傷，請問一下，我繼續簽下去，報名啊，爸爸用辦，他說哦，抱歉，就是最後就是走，不然你們就要買呼吸器轉移，轉移不開。報名我就客廳咧，我講，因為對我爸爸的了解，佢一定唔會想講。我有用過，佢叫我講，叫我帥哥，佢咩冇想愛盤 Andy 頭頂，因為佢一直以來報名的經驗，佢吃到對 Andy 當過皮，也是愧疚了哈。每次要跟我道歉，我都拒絕，打電話我都唔講。報名的一班就停練轉去踩救護車雲林轉到屋卡，我記得病咗幾個時間，嗰陣時我婆跌倒咩喺崖崩一個咧。要不然我爸爸醫院嘅吧，我吃到啲係抗體。我出其實我都冇叫呢，不看完叫我冇叫，因為我知道我當初我自己學習物解，我出苦都嘅
顺风，你讲耳根，伊先生有讲好，我哋遐呼吸器绑体佢很有意思，你要嘛佢发，佢佢拢佢讲，佢躺喺度，就哭咯，开咯，给他扁顺讲，爸，你爱声音懂什么？水言啊，你都之前都冇覆盖，然后拢讲，你冇吃到爱，冇言弄你，我哋遐言弄你。过去嘛个事情做冇这个想，你好好不用下来，去周旋，你爱去那老了出去老了，唔是这个烦恼，阿姨啊，屋企人啊要照顾，那就拢给最美的佛给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可能唔可以做呢事，不过当到的时间，大家都会。你那这位张提供我做两件事情，对啊，也比好好做。系啊，冇比带点遗憾来做。系啊，出本几好，然后讲我看人最羡慕到佢。哦，真的啊，然后讲当好笑哦，因为佢爱下棋啦，爱唱歌，卡拉 OK 嘛个 Vogue 啊，他又很风流，常常带不同女生。哎呦，然后讲，可是你怎么没有学到他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第一个。我懵報道見咗乜嘢？我冇騙咯，踩係強樣係人小本記嘅，3副4米路咩人小本記，佢啲河喺對面，旁邊有司機跟那個傭人，全部強樣哦，管家嘅料，很瀟灑的，然後旁邊又帶一個不同的女人，是啊，哎呦，我嗰時候我就攏冇看人講咗，我亦都冇幫忙過佢啊，我亦都攞感情，我就講，哦。唔是煩惱嘅，佢哋下雲遊四海，愛做乜該出做乜該。他在另一個世界，搞不好更快樂。真嘅，超過夢快樂。繼續快樂下去。哎呦，謝謝你的分享啦，這位謝謝安志生，係咪？沒有窮人用嘅阿爸嘅故事。對啊，冇想到哈。唔係啊，原來故事可能當然懂快樂，係啊。跟阿里同胎啊，跟他有快樂，他太求完美主義了。對的。有時候要讓放過自己。你係咩愛講口？對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阿爸節快樂！哦，謝謝安志生，謝謝。哇！哎呀，今日談到 CV 分享同爸爸嘅故事，哎，同老公嘅故事。每上年有每上年嘅故事，我要想話今日我爸爸喺行財嘅話，佢可能會為上喺度節目。衝條狗咩追？我爸爸親口唱嘅，我特別彈佢親口唱嘅條歌，還有錄起來哦。特別跟卡帶。沒。山上的茶樹青又青，採茶的姑娘真多情，她們相親又相依。叫我怎能不動心？哇哦！讓有情沒有義，相親相愛在一起，同唱山歌同遊戲。等待明年好假期。哇！我一直找不到那个卡带。对啊。我的聲音大概，我爸的聲音大概就是這樣。真的哦。哇。對，就是這樣，差不多。懂感通呢。哇，八姐，兩位係婦科爸爸的聲音啊，係嘛哈？祝福所有的爸爸們，大家身體阿爸節快樂，健康哈，身父親節快樂，好 ，OK，拜拜。還有精彩，還有一段節目，下禮拜還有阿爸節特別給吧哦。這一段節目拜拜嘛，我們看下一段節目嘛，來了。來哦。貝斯手啊，當流行，佢點解想做唱片？其實按你創作唔嚟，當當你創下一個就做 pop 歌手啲啲，按照我們的，會消耗。其實哪一種 CD 不愛彈？什麼 CD？你看刻意專輯。
哎呦，骂啥？连志文老师，这个一堂，他搞过命哎，一堂的凶凶的案，第一年就是翻篇，讲出来，系啊，一闪光光就开始做唱片了，马个就猛了，就一把吉他点点啊。人嘅音樂會，哎呦，特別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哈！伊雷威安尼個非常厲害、非常優秀安尼客家子弟啊，佢本身也一位非常會創作嘅客家歌手。你客家嘅搖滾天王呢？對，搖滾天王真的。還有哪個人你客家嘅金曲獎啊？咩啊？金曲獎誒，客家演聰人。哎呦，你還蠻愛去表演哦，再加一國小有沒有？沉浸式教學。什麼國小而已。我蠻愛都有啊，你還貼片國小就是從下往下扎根啊。主持節目嘛個。沒有，你客家付出真的非常多嘅心力啦，真的咧。俺嚟先聽佢好好唱歌啦，啊，等下咱好了訪問佢啊嚟啊，來歡迎一位東東先生。chẳng vững ai gì vốn suy vững ai đi sập hàng đu从安呀航到天空，从天空航到安呀，带点林马从人生路，一个客家后生耶，假使很有机会，假使很有力气。叔叔还10年对问题，继续看下去，做得叫，做得写，嘛做得冇变呀嘅感觉，让风，让雨，我係勇敢嘅行下去，做得叫，做得寫，嘛做得冇變呀嘅感覺。嘅客家嘢，客家嘢。從安呀航到天空，從天空航到安呀。帶點烈馬從人生過，一個客家後生面，假使很有機會，假使很有力氣，叔叔合10年對問題，繼續看下去，做得叫，做得笑，嘛做得冇變呀嘅感覺。我係勇敢嘅行下去，做得叫，做得笑，嘛做得冇變呀嘅感覺，讓風，讓雨，係勇敢嘅客家嘢，客家嘢。艱難下，問天生要記下，讓困難堅持下去，一天內換全世界，行到幸運上耶。做得叫，做得笑，嘛做得冇變呀
驚風，驚雨，我係勇敢嘅航海員，做得叫，做得笑，嘛做得冇邊一嘅感覺，驚風，驚雨，係勇敢嘅客家嘢，客家嘢。也咪算係客家嘅自成嘅創作歌手，冇錯，欣賞嘅，不要讓任何東西遮擋你的帥氣。帥真的太帥了，哎，這是搖滾歌王。還有 guitar face， 你聽冇 ？guitar face。對，為什麼？為什麼彈吉他哈？彈吉他一聽那個跟面那種。因為吉他就是他另外一個朋友，加個朋友，有沒有？夠樂器影敵啦，加個條歌愛講出來，跟還得到金曲獎呢。係啊係啊。跟那一年的事。跟係2004年的事。2004哇，21年前的事。哦，青島年咯。青島年。所以我唔當代表呢，客有客家嘅獎項以後唔咧睇到嘅。T 神機。T 嘅係劉少奇，T 二嘅係謝宇威，T 三嘅就係。哇，3班，真的，好多年前了。你看3班全部是台式級嘅，而家全部都變後生嘅啊，接電來。係啊，係啊，前部後繼的來。安永今後啊，客家流行音樂當中的延續下去啊，不過有安永嘅前輩回事嘛。係來傳承，要講傳承，冇傳承。多人都團結做唔得，對，客家音樂應該傳承係一後生嘅嚟做，他這個3萬邊後生有你嚟做，中華講，有上司要支持咩出來啊展現一下，本後生去看一下我喺度支持咩厲害對嘛？我突然看到，哎呦，係，做得咯，對，一做的啦，所以嗰樣時有冇想過我哋接觸客家歌？嗰樣時。青春也會有一個關鍵點，是講，佢哋唱 pop 嘅時間，我團嗰個EG5係嘛？還有啲呢？哎呦，你真係有EG5，但是唱歌誒，全台灣冇唱歌誒，那個算是全部都唱歌，Hello Cafe 啊，什麼我都唱過。青州起一次都倆都很有。哦，那個是算是唱那種 pop 的最高殿堂而已。錯。對啊，嗰樣時係我記得黃小琥咪對唱。有，青島啊。康。青島啦，差唔多，嗰樣時但是有。嘉慧姐那些都是另外的出路。康那個時候是南部唱啊，就南部唱，佢同佢老爹有冇？吉他手的藍色狂想曲嘅有嗎？係對，錯。全國咧都有唱過。對。安永佢是接觸音樂嘅係嘛？做表演啊。唔過客家音樂應該唔係安永佢。嗰樣時冇客家歌，唔過我做遇着嗰貝斯手啊，當優先，佢點解想做唱片？其實按你創作唔得，當然唱下伊記住。就做 pop 歌手，天天很做我們的，會消耗。就拿一種 CD 幫來彈，朋友送來 CD 乖。CD 耶 ，CD，這樣子還是 CD。我知道，我是說很客家。很客家呢 ，CD，OK。好。看，客語專輯呢？哎呦，罵啥？顏志文老師。顏志文先生。愛港衝山歌，唱到半夜到天光。哎呦，一種。當台表真係當厲害。一堂客家歌名係你特別上嘅案嘅，嘅2003年左右嘅事情哦。各位，也雖然講就埋下了種子。各位2004年給劉少奇14屆得獎嘅。許生月全部嚟做啲咯，嚟做客家歌，哎呦好啊！就給你聽一年就是發片嘅。講出來。係啊，一閃光光就開始做唱片了，馬上就懵了，就一把吉他天天按吉他，有啥事？就一把吉他彈。過去但是佢嗰時出唱片沒有一啲經費啊。自家出咯。全部自家出嘛？冇啦，佢有時
黑尾飞又可以省枪给发片，那时候还有，可以用这个，好像至少有10几万块，15万。哎，错，青岛啊，给青岛你说，你亚哈斗呀，还有青岛给就是音乐上的资源，文化部还有，文化部没有，黑尾没有，双向可以都取到这个资源，错，我们给用时间的看，就是也用可以省枪，就是做唱片，过给用时其实。张出来做时间哈，全部一闪影做没哈，一闪影做，这是懂孤独。嘿，应该你要唱什么歌？客家歌啊，客家歌啊，这有人听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人听啊。有人唱有人听吗？通常都啦，有人唱有人听吗？差不多。哎呀，有人听吗？会卖吗？其实给前台是唔好意思讲，有人聽佢呢個。咁會賣，唔敢賣出去。不過嗰兩時應該客家電視台咪張出來，係冇？都有一隻平台做的綜藝表演。2-3年的時間。張出來。嗰時客家電視台成立嘛。係啊，啊成立以後就開始哇，這個整個就有客委會，大家就共同的推廣。整個那時候台灣的天空都是客家。都是客家。一次演秀都對，一次演秀都啊。所以你看也很不得了啊，係啊。主持節目還一個笑，蠻愛綜藝表演啊。對啊，小朋友看到你應該哇哇叫哦。啊，那個阿公來了。啊，不是，那阿伯來了。你開小片啊？沒啊，第四位其實後來你開始咁乜？你從幾年開始做唱片用客家上面用。係哦。咁買又好，你客家咁遠談。我攏講吼，其實依個小學嘅小朋友，客家莊的。學校，即便不是客家莊，其實叫做當容易接受，搞客家講呢。他搞好，你客家嘢冇？唔咩？哎呦，又講了，我們隔壁有那個客語班的，會搞矮。歌手，這是母語教學。小朋友最好教，對，因為他們只要不要上課，出來他就覺得在玩。他一早輕視他搞幾倆的，因為他搞發事。過最近我哋做預做邊唱邊跳，衝跳，然後搞，比如講，我帶出過性平歌曲，那個政府的推動的性平，還是創出過誰來也，誰麼也，強勇好。比動作沒哈？誰來也？誰麼也？哦，勇好哎呀，全部都會跳，給我跳完一百一種美麗啦，跳完。我結案嘛，要結案，我說結案，送出去結案出來，打電話幫 Happy 我老豆結案沒有完成，有問題。對，叫咩？東東老師，你們那個訪視委員說，這個明年要擴大舉辦。你可不可以把它寫上去報告上面去？像我都是懂行為，其實也唔俾穿錢啦。其實伊都做差不多10多年巡迴做新北、桃園校園這樣，唯一經驗懂建設，張震都沒有列。每一種都沒有列，覺得可以得到這種向前全部懂知識，給苗栗聯合大學給訪視委員講，哎呀做得咯，懂腦呢。其實我這種國體就有客家嘅呢，字體，唔單止苗栗，還有慢慢的往南部去，往東部去，做得。對啊，因為搞生意嘅唄。對啊，懂好。係啊，再帶一條歌。先生一個，帶兩埋一個。要是國語的客家歌手。哎呦。是自己內化的一首歌嗎？跟客家有關係。你看加個第一條的嘛，勇敢的客家。勇敢的客家。也有客家歌。客家歌手。哇，番茄的客家戲妹。超客家的。好會客家呢。真的，聽下來聽。國慶都會請你去耶，你看的呀，這個是國家。也係一個推表示呢。其實也冇按嚴重啦，這個即國慶。特別當年最多嘛，唔講哎呀都輕模強用，我自己覺得最棒嘅係嘛，真強啊嘛咧，大巨蛋替代演出嘅替從誒替張客家歌手，講係拿到誒。客家歌手，
爱唱客家歌，有上世界有千多嘅梦想，相信三万苍烟就没落。青春是一首勇往直前行嘅歌，有你超人是爱嘅超有美，冲动般难缠的爱上你，有你超人散步一生也会无力，爱是客家故事，简单唱唱客家歌。文字爱歌，我太可以读不错，我唱到纽约哭，唱到旋律唱欧洲国歌，这里客家故事做得超能歌的，身上还翻有世界，我唱啊爱唱啊，一浪一车，我唱啊爱唱啊，春夏秋冬。从头从那我走路，走了梦中走了我手，所以夜歌一起一把冲冲冲上。不是吃多吃高。从你爱的一度给说的很无味，本来那把夜落雨，你的情深黑魔法比这路，来自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上百位交通途上寥寥的步，半夜吃出天空漫游流，等你爱来看下唱下大歌，爱唱啊爱唱啊，一浪一车。爱唱啊爱唱啊，春夏秋冬，从头从那爱走路，走了梦中走了爱笑路，所以夜歌一生一马冲冲冲上。我唱啊爱唱啊，一浪一车，爱唱啊爱唱啊。春夏秋冬，从天空冲到蓝洋，从西洋空冲到变那首，秋夜歌那边继续冲冲冲大雨，秋夜歌那边继续冲冲冲大雨。客家歌王唱客家歌曲，真的奇怪哦，哦，你那条歌个表情行啊多，系啊，只要拿到吉他就会有那个脸。咩一個標籤行家度 MV 啊，講七個故事啊，會排寫啊。哦，其實佢講嘅從係真實發生的故事。一路行來嘅心情。這個聊一下，對啊，一定走客家音樂這一條路其實是很孤寂的，然後而且也是很坎坷、很辛苦的。尤其喺條歌嘅前邊筚路藍縷的時候。就是很個家講啊。唱下歌咁要人買，咁要買，咁要翻色，對，係萬年上，對，所以真的有這個把這些全部寫到兩條歌嘅心情，係啦，分享。其實客家藝術歌嘅上主係做客家歌所以個過程，要過程停定嘅時間係一類演技嘅 time 嘅，前面佢唱到從細阿哥唱變阿叔，又真變阿叔。哦，阿公呢？我變阿公了，唔係啦，那邊阿公啦。今年年度計劃都變阿伯啦，阿伯啦，看緣分。係啊，各位，我們某項都係做客家歌手，我們可以出國巡演，知道嗎？可以攞國外表演。嗱，依個南半球、北半球全部依個，哇，依咁多國家，哇，啊講得笑翻，好羨慕啊！要不然我讀到嘅造船嘅露台啊，幾輩子做。跟他長得怎樣？蠻像的哦，真的，哎呦，應該貴，其實幾拜啊，我就讀到佢，我就比外國咩？人遇到就要比較，比較咩？哎呦，你來唱歌，我講，趙傑講，我識一個羅馬，意大利，羅馬做對咯，羅馬，我講表演，我一個那年嘛，
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就哇输呢。阿根廷嘛，小英的故事跟阿姨哥，阿姨哥去冲阿根廷冲过真手，好，给几个，哇呀，输给你了，输了。鼓手，我们客家歌手会比这个，比去哪里表演哦？对啊，你看我罗马对，有点中二，对，不管都给都是好像比咧，搞到因我搞到车模好搞，他就避案来走后搞了，没生气都讲。18个茶，18个茶，其实没有茶贵呀便宜没有，就是谁的比较。他神奇啦，就好像那个饶舌歌手在 diss 来 diss， 哎呀，那感觉呀。嘿，你们想，哎呦，人家哈嘎古树用一布宜诺斯艾利斯呢？怎么？哎呀，为什么那里有？阿根廷有哈嘎乡亲，歌剧演出，南美洲很多。哎，阿根廷，哎呀，阿根廷，那一个我一辈子忘不了董后稿。其实俺家啥没起都呀，都是优秀的客家人才。哎呀，对不对？你也收视率清国了。我们仰望你啊，罗哥。我们仰望你了。过气，我们仰望你。然后我还要仰望东东老师啊，国庆日嘛，国庆日啊，对，一路行来啊，行到坚持到了哈。哎呦，国庆开舞台都在看到东东欣赏，对嘛？国庆都会请你去耶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是国家。也係一隻推表先嘅。其實一冇按嚴重啦，即國慶特別當然最多嘛。唔講哎呀，都千無窮用，我自己覺得最棒嘅係嘛，金腔啊嘛。大巨蛋替拜演出嘅替場嘅替場客家歌手，公安拿到誒。第一場。这去年的嘛，去年10月5號，對，替場江蕙宇創啊，江蕙創嘅開頭啊，其實小型演唱會大概30分鐘左右。所以你是代表客家的那一塊。哦，就倆胸片底部，就胸片底部。这服裝好帥哦，它也有點哈薩克民族的感覺。對，有客家元素嘅，有客家元素又有哈薩克。體驗咩？從安尼大舞台一條走到看無窮用，前後誰來作曲呢？東演導啊，誰來作曲？那個錢都要花下去，要花下去，對，給都懂貴呢，家都懂貴哦。對啊，哎呀，那個是哪一個設計師設計嘅？叫什麼老師啊？扮演哈嘎叫什麼老師？王子欣老師，也懂有名哦，懂後生，王子欣新一代的新一代，羅哥他被佢前面懂，時尚老師超厲害，哎呦，時尚，以紐約巴黎懂得多哎，哦，也是我們國家全力扶植的新設計師，對，再介紹給我認識一下，跟羅哥講一下，到時候就是算成本給我這樣，哦，成本哈，沒問題的，OK，一堆布會幫你去個剪。他成本1塊布可能就要8萬了。哎，我想他們這些設計師用的布料質感都非常好。有給兩阿青都反駁哎，材質，真的很棒。但老師很厲害哎。對呀，怎麼說？就是他除了衝狗動力會詞彙，也會音樂，對，他內外兼具哎。而且老婆就在旁邊看吶，老婆能夠保養得漂亮，通常都是有一個會照顧老婆的老公。哦，黑毛，因為東東老師的朋友雲姐妹董江啊，都董江了，一次過有了倆董江 model 呢？對啊，哦，現在是老 model 了，現在是成熟風韻猶存的 model。哎，佢跳舞幾高嘅呢？佢跳舞嘛，佢誰來誰冇去邊啊？去邊呢？哦，給客語唱跳師，誰來？董立輝，誰冇？啊，你是說他是怎麼把老婆服侍得很好？冇啊，就是還會祝後事嘞啊！哎，會祝錯誰來就董立輝嘞。很帥呢，你有所不知，其實我卡全部愛煮飯，真的哦。哪會煮飯呢？你還不用按摩號啊？咩董某涵啊？你竟然有搞錯啊！一般要抓住男人的胃，對不對？你女生的廚藝要很好啊。對啊。怎麼變點多啊？姑說像我這種人可以寫性評歌曲是有條件的。哎，冇本事還誰咯？真是不敢下注。小朋友，哎呦，那你真的是一個好老公、好丈夫呢。對啊，真的不可多得。羨慕哎。那拿手菜是什麼？做個嗆告一下嘛。拿手菜哦，番茄炒蛋。冇啦，番茄炒蛋也不錯。哎，番茄炒蛋要炒得好吃也是一種功夫。你應該練健身咩？嘿，懂練啊，懂練。有啦，可能出來。做對了，做。用命都能做。羅哥講到健身的話題，就會像你剛剛在哪裡比在哪裡表演那種感覺哦，就會讓他想要比高一下。那弟呢？那下次啊，他如果沒有延續下去，就是他覺得不是，這個什麼意思？教有以後嘞，好冇？
好了好了，我们等下台下再脱掉再那个好，等下再比。公海就是蛋白质较多了。哦，是牛，风牛，鲑鱼，风牛，因为鲑鱼牛排啦，为什么等会煎牛排？节瓜啦，哈，可以，对。哦，拿手菜是煎牛排哦。煎牛排，煎牛排，煎牛排哦。我煎呢，可是搞一多，还有梅纳反应。对不对？哦，梅纳反应了，梅纳反应就是牛排就是放要给它，就要让它温度慢慢熟。对，那个你这样子不是没有啦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莫安难，你别说管它什么梅纳反应，第一个记住提长懂简单。牛排其实鱼嘎量饭店懂，你为了牛懂好食，澳洲嘛懂好食，对，买贵太低，跟冇懂贵哦，你切，你做贵低就1-2千元嘛，太低咩？你就切一滴滴。用水比照，pan的平底锅啊，比较好。加油的时间，水面只可能冇比得多吼，有些烧，有烧，先让锅烫了，但不要很烫，一定热油。我们都是大厦里面没有油，就是让它烫，还是不用一些油了，一些不用吗？要一点点，我有放一点点油，放一点油才逼得出油。牛肉本身就有油，是油，可是我们买的较酱哎嘛，看不完油，太完油啦，冇啦，你不要还可以有鸡上烟，这个鸡上烟，双妹剪都他们有血水不出来，变面那一面超好看，你可以试看，超好看又好吃，然后磨片。我当一剪啊，剪的有心得的，来磨片。改天有机会。好，硬摇卡剪，你另外一条卡剪。哈，一摇卡剪哦。对。摇卡台，摇卡剪。摇卡剪。改天有机会剪看啦。看到底这个你煎的多好吃。真的很好吃啦。这是普通的牛肉，普通牛肉。真的。真的好吃。磨片，当医生。我都是吃和牛比较多，都是热眼。等级不一样啊。我要来呀。等级不一样啊。帮我们做个分隔线啊。没有。我来没有，开玩笑。很贵和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牛肉这个真的看人家煎。有时候真的不好的牛肉，但是你会煎，你会他会料理，会料理，对，周易的没有？臭。我看那个詹姆士，他就有教过我煎过牛排。詹姆士教你煎牛排？对啊。真的，普通的牛肉，你有回去自己煎吗？有。还有雷后是吗？我煎了就有梅纳反应。梅纳反应。好了，对，我相信大家按斗岁，大家都是懂吃的人啊，懂吃。对，懂吃，有打广告的嫌疑哦。有吗？反正就是我们的姐妹节目嘛。最主要要吃的健康，吃的快乐，把老婆照顾的服服帖帖，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，对吗？走。你们这个我们客家界的大佬级有滚天凤，对啊，有都2片，冒充3条狗的杀猪蛋，没讲我做的哦，绝对不能出这个棚。长一条狗的，走的，会冲，怎么？是啥做拼暗斗？对，还有行个带人嘛后堂的狗诶，海水我带水果诶，我是个很喜欢的，懂好水果诶，要水果都流浪啊，流浪啊，没，给壮歌名，正行的，哎，创个流浪黑慢版，不过要水果亲切水的地方，黑爱用你台湾的日照图，以中央气象局啊，请个。日照图哈，用太阳的国土来看台湾，係太陽的做流浪，你條嘅國土啊，也全人共用而已嘛，就擬人化了，就是你已經跳脫那個幾維空間，成仙了，成仙啊，就是你站在宇宙去看地球了，對，你國土來做，重要是國位，你用上帝視角來寫這首歌，走，好偉大，我靠，空白機了，冇啊，創作人就要有啊，你的那個創作的想法可以，對，創作人有時候。創作出來的都是神來之筆，真的有上誰啊？過魚是下鍋，我們接收到頻率就輸出了。對。其實魚是下鍋會下到斷片，有沒有？一斷片轉來看，哇，精彩！我靠！你是說你昏倒然後醒來就寫了？沒有斷片，就看看下嗎？我說原來是做對了。哎呀，對啊，有時候的神來一筆，神來一筆，靈感來源。這個，我覺得來看一下。這個神賦予他身上上帝視角寫的歌，然後所這個展現出來的這個國的默嘅國，沒那你像我像創一首歌呢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超精是不是？好了，来跳流浪。蓝天给你条片啊，我心都不给你贴马片啊。让一个忧伤浪涛的天空给时光，春天一天向前行。原地等待嘅花香，注定嘅希望，泛下懵懂情深心感憂，故所謂可能，看嘅事我都欣賞，由來個你十分神奇。衝啊，然後像春天的嫩，衝到花開，衝到花落。一天一天來走，而你目前有時間。要飛歸先行一刻，無想無慮，請落線。秋風起，張揚，洶湧恩將。心肝癢，習慣流浪的人，講秋分秋愛，秋香難忘。故所謂可能，一條東山西路，難來別忘，從無情過。衝啊，一上線也風發，衝到花開，繼續流浪。所謂可能，一條東山西路，難來別忘，從無情過。衝啊，一上線也風發，衝到你落，繼續流浪。繼續流浪，繼續流浪，繼續流浪。